正道恩主有恩望，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愿咱大家今年有一个真特别的圣诞节。愿今仔这个圣经帮助咱祈祷，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赏赐恩望的上帝。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伫今年的圣诞节，愿咱的生命是一个甲主耶稣同过新的生活的圣诞节。愿主耶稣将伊带予世间人的祝福，伫今年的圣诞节赏赐予所有遐的姊妹。咱当心为着今仔日的圣神所要甲咱讲话，咱来准备心的祈祷，恳求圣神怜悯你的囝儿查某囝，伫这个世间的工作甲生活，阮有重担，嘛有征战，兼且嘛有欠缺，有看路忧伤。至圣的圣神恳求你降临伫阮的心内，帮助阮，陪伴阮，互每一个阮当信的兄弟姊妹，伫今年的圣诞节，会通伫亲像旷野的牧过羊的人，听见天使讲，伫至高的所在，阳光归伫天父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天父上帝所听的人。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的神降临伫圣殿内，互每一个人来追求你的阮的兄弟姊妹，兼且因带着重担、忧伤、看路、惊吓、孤单进入你的圣殿。但是当因要离开你的圣殿的时阵，愿主你互因带着看见主耶稣降生迄种的恩望甲喜乐。主求你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互讲的人、听的拢白白得到主耶稣降生的恩惠。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你相信圣诞节是一个通祈祷的节期吗？你敢相信你会通过圣诞节来领受主耶稣伫每一年伫年底的时，甲咱新的关系，赏赐咱新的愿望甲新的画面。愿咱伫今仔日，咱用短短2节的圣经，今仔日咱的礼拜所共读的圣经只有2句话，这2句话拢会通帮助咱祈祷。第一句话是：当你若有心内有惊吓、有劳苦，你感觉孤单失志，你会当用这句话安尼祈祷讲：我的心啊，你着全部听候耶和华。兄弟姊妹，当咱忧伤的时，咱通花伫咱的心头，家己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安慰我。代表是一个真够祈祷的信仰的前辈，伊所留落伫诗篇中间有真侪短短的经文，拢会通真侪咱伫祈祷中间真大的帮助。当咱的心无受安慰，当咱的心有惊吓、有孤单的时，咱通换手伫咱的心，对咱的心讲：我的心啊，你着安静听候。特别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全世界的教会拢利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布置要水水。兄弟姊妹，上重要圣诞节不是圣诞礼物，上重要圣诞节嘛不是看真水的礼拜堂的布置。上重要的圣诞节就是愿望的日子。所以兄弟姊妹，求就互咱，圣诞节是一个期待愿望的日子。所以咱通用这段圣经，咱用宣告，伊讲：我的愿望是对上帝来。兄弟，你相信吗？咱的一生的愿望是对这个看袂到、对天顶来的上帝。上帝知影咱的孤单，上帝知影咱的软弱，上帝知影世间人伫黑暗中间，有当时有惊吓失志。所以上帝亲自用耶稣的身份，上帝亲自用耶稣的身份来到咱的人生的中间。这就是圣诞节最特别的意义。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这句话讲：我的愿望是对天父上帝来。为什么咱的教会点蜡条拢爱咱的囡仔来点蜡条？因为咱的囡仔对细汉的时阵，咱就互伊参与这个礼拜，用这个礼仪，用这个仪式。当因点到这个蜡条，当因宣达讲：我点到这支愿望的蜡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似动回动。
咸菜这个囡仔，因咧点到这个辣条的时候，因并无亲像咱有遐尼深的智慧甲理性，但是囡仔的内心已经有圣心，等于安尼开始咧祈祷的时，因的一生就进入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的内底。第二段的圣经，伫今仔日甲咱讲，愿享受恶梦的上帝，将平安喜乐放伫恁的心内。兄弟姊妹，这嘛是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送互咱的圣诞的礼物。愿主耶稣基督享受平安甲喜乐，就是享受恶梦的上帝亲自将这种的祝福放伫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厝内、恁的内心。今仔日圣经讲，通过圣神的权能，通过圣神的能力，咱要大到恶梦。或者你相信吗？你相信今仔日当咱安尼做做礼拜，咱做为同心祈祷讲阿门的时，这个享受恶梦的上帝就要听你的祈祷。牧师无法度参透，牧师无法度看透恁的内心甲恁的生活中间的轻重甲苦涩，但是上帝知。所以弟兄姊妹，当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开嘴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心，我就大有恶梦。今日圣歌对念的这首诗歌，绝对只有一句话：伫主内。伫主的内面，基督徒以马内利的稳定，就是伫主的内面。所以弟兄姊妹，愈是咱做未来的代志，愈是伫咱人生中间，咱无法度解决的。愈是咱的心内受搅扰，无法度得到平静，咱愈需要一个掌管宇宙的上帝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同齐伫主的面前，咱伸出祈祷的手讲：主啊，我将我的跨路交予你；主啊，将我的需要赏赐予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渴望主耶稣伫今年赏赐你生命。你渴望这个主耶稣伫今年赏赐你生命。保罗讲，伫这个世代所存的，现今所存的，就是信心、渴望甲真爱。信心就是过去上帝所做的事，我相信。信就是相信，这个是过去掌权、过去成就真多伟大奇妙的大事的上帝，我相信伊。信就这个意思。过去是安尼，今仔是安尼，将来嘛是安尼。今仔日咧，我相信今仔日我要活伫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这叫做爱。我相信这个疼是会通临到我的生命中间，是会当摸到我的心，是我感受会到。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仁爱就是仰望主耶稣对天降临，将伊的疼放伫我的心内。兄弟姊妹，人活伫这个世间若无疼，人是真可怜。但是上帝的疼，不但是会当互咱心有一个安慰，有人陪伴，迄个踏实，更加重要。主耶稣所带来的基督的疼，是会通医治咱，伫咱生活中间所受到任何的伤害。有的人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家庭互伊的经验，无拄拄是一个甘甜甜蜜的，对吧？原生家庭所互人的人生，无一定拢是一个满足、喜乐、平安。所以人伫成长的过程，有某一种，无论是友情，无论是感情，无论是家庭，伫迄个对于人甲人的人际关系所较无迄个疼，有时无够格。无疼的人容易偏激，容易走极端；无疼的人容易孤僻，容易受气。但是，当主耶稣若降生伫咱的生命中，主讲这个疼要真做运行的大能力，伊要互咱的心内有一个满足的喜乐，要互咱感觉此生无怨无悔，因为主耶稣将这个疼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什么叫做愿望？愿望就是跟我咧想将来的事，我相信好事会发生。兄弟姊妹，愿望是什么？愿望是将来的事，也未发生，看袂到，摸袂到，但是我相信。现在兄弟姊妹，今仔咱出双手，咱甲主讲：主啊，求你用信望爱，求你用信望爱改变我的生命。愿主听咱的祈祷。牧师用祈祷准备今仔日的分享，牧师用祈祷来读今仔日的圣经。
师会用恭敬的心，将这话读出来时，上帝讲：我要成就恁心内所渴慕的。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个礼拜，愿一切娱乐荣光归伫咱的天父上帝，因为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天父。伊嘛捌照家己的怜悯，伫2000年前就差遣这个耶稣临到这个世间，而且耶稣用伊十字架的救恩来互人顶头生，要互咱有活跳跳的愿望。这句话非常的水。人一生拢有真多的迷茫，但是有的梦是不切实际。人生拢有真多的梦，有的梦是欲望，但是真实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兄弟姊妹，伫今年的圣诞节，上帝用阮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点倒拉掉。兄弟姊妹拉掉，毋免坐机啦。你看我点到愈济，我就愈济会祈祷吗？兄弟姊妹，咱也要求咱的天父上帝都已经知。你相信无？咱也要求咱的天父上帝知咱的需要。像今仔日的经文，伊讲天顶的飞鸟，空中的野兽，野地的撇啊皮，因无种植，无芳种，但是天父互因水甲即落款。所以兄弟姊妹，咱敢无比撇啊皮甲赤鸟啊较贵气嘛？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主耶稣要赏赐咱一个天国的愿望。顶礼拜我有甲恁分享，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是颂扬人有福音。顶礼拜我有甲恁提醒，我毋知恁有感触无？这个世间有一种的人，伊有真多，但是永远无满足。这种的人毋是好野人，是颂扬人。真正的满足，就是人脱离颂扬的迄种的苦楚。真正咱的内心若有一个满足，咱的心内就无搁再有颂扬。有一种的颂扬叫做孤单，无人听，无人笑；有一种的颂扬叫做绝望，无愿望。死比活搁较好，活比死搁较艰苦。所以兄弟姊妹，毋通轻易安尼想，这是魔鬼的声。活咧比死较痛苦，这是魔鬼咧甲咱讲的声。无影，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只是比别人多坚持1分钟。伫迄个刹那的1分钟，对咱来讲是永恒。最后真艰难的时阵，伫勇敢的中间，伫绝望的中间，伊有讲我有愿望，天过就我的啊。所以兄弟姊妹，信望爱是安尼。咱做基督徒无比人较福气，就是讲，下当无拄着大风影。基督徒甲非基督徒，这世间人伫人生中间，拢会有风影。但是基督徒最大的愿望，就是伫风影的中间，有圣神会对咱讲：我的心啊，你着安静，专门听候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捧起你生命的杯，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恁会记吗？我的心啊，你着捧起生命的杯来试看尝尝主恩的滋味。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就是经历着。当我用基督捧起我生命的杯的时，主耶稣用伊的救恩给我担着。哇！这个滋味是此天下没有，只有主耶稣给我的。信的人就得到，这叫做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叫做 the living hope， 就是活跳跳，是亲像活水长流，是一个不断家己自然而然产生。你用出去就搁入来，你用出去就搁入来。当我给予的时候，我便有所得。当咱互人的时阵，当咱失去，主就搁甲咱补满。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伸出双手。你还是有对天顶来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耶稣讲8福，伊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摒开咱的内心，要啉清气的水，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咱来用圣洁的态度来面对咱家己的信仰，爱用圣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看不到的上帝，因为伊就是永远的上帝，
伊要将平安、喜乐、愿望赏赐予咱。兄弟姊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愿望，凡事相信，咱就要经历到今仔日礼拜中间上帝所要予咱的祝福。伫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两个祈祷。第一，伫主的内面，圣歌对今仔所念的诗歌 ，In the Lord， 进入主耶稣的内面，进入圣诞节，进入圣殿，进入祈祷神圣的所在。既然咱安静跪落来，用恭敬的心仰目的时阵，主的圣神就临到伫迄个所在。兄弟姊妹，当你安静追求上帝的事，无一定伫礼拜堂，伫你的厝内，上帝嘛甲你相甲伫地。愿咱用这个信望爱来活化，互咱的生命信心定心活起来。咱甲主讲，主啊，按着你，我要有愿望；按着你，我要有愿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定心来想，你所想的愿望，无一定是圣经内底所讲的愿望。我愿望我会当大富大贵，我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愿望我会当做大官，我愿望我会当驶水车，我愿望我会当娶水某。人有真多愿望，这种 OK， 但是有比这更加重要。无愿望的人真可怜，因为无愿望的时，人就失去活落去的快乐甲喜乐的心。你讲对吗？一个无愿望的人就失去活落去迄种的动力甲欢喜。所听的弟姊妹，生命极其宝贝。虽然有目屎，虽然有忧伤，但是坚持行过这个山头，你就看到新的世界。行过这个关卡，咱就要看见上帝的门为咱来开。所以听的姊妹，这不是迷信，这是真信。有一种的人信仰是因为伊无愿望。有一种人的信仰是因为伊无听，有一种的人信仰是因为伊无活落去的信心甲勇气。人拢会安尼，所以听弟姊妹，牧师嘛捌安尼。但是咱有一个管理，有一个机会，就是祈祷。主啊，你若无帮助我，我绝对无会放开这个祈祷的手。主啊，你无甲我祝福，我绝对无要互你离开我。这是雅各的祈祷。雅各伫北地的旷野中间，就是掠条迄个天使。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就无要互你离开。亲爱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愿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我的信心无够，主我的愿望欠缺，主啊，我的心内需要你对天灵来长看关心的听。求圣神将主耶稣的听，就亲像落雨灌入伫我的生命中间，润泽。互用听做我的心内的力量，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兄弟姊妹，我知咱即摆坐伫礼拜堂，大概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拢有即种的信心甲渴慕，愿天父上帝回应。恁用即种祈祷来参加礼拜的态度，愿主将信心、愿望甲伊的主爱，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甲主讲，主啊，我的愿望是对你来。主啊，我的愿望是对你来。教会的青年，你的爸爸妈妈甲牧师拢真疼恁，但是我要甲恁讲，爸爸妈妈甲牧师无法度陪到恁，行到恁一生最后的尽头。但是，咱所相信的上帝要对陪伴恁，直到一生的路尾。所以，恁要将恁的信心建立伫上帝的手中，恁要将恁的快乐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因为耶稣讲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所以听弟姊妹，一个甲耶稣无亲密交陪关系基督徒，真容易啊呐，亚身。英语讲奔傲就是讲感觉孤单，无力量，无快乐，无愿望，无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讲主啊，我伸出基督的手，我领受你所赏赐我属天的愿望。主啊，我伸出我的双手，邀请圣神，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邀请圣神进入我的内心，邀请圣神进入我的家庭，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求天父上帝帮助，
圣经有真侪所在咧讲到噩梦。今仔牧师佮加添两句话，送互咱伫祈祷的中间，毋是做参考，是做恁祈祷的根据。伊讲，当人绝望无噩梦的时阵，有原因为信就噩梦。这句话咧写亚伯拉罕，伫犹太人的子孙的内底咧讲到亚伯拉罕的时阵，因讲一句话。伊讲，当我的亚伯拉罕，我的祖先，伊伫绝望的时阵，有原因为信，伊相信上帝是赏赐人噩梦的上帝。后来到伊要满100岁的时，上帝才赏赐以撒伫伊的人生的中间。亚伯拉罕讲：主啊，你莫甲我开玩笑啊！我这个年龄啊，我的父亲人这个年龄，我较有可能阁有怀孕呢。当时没有试管婴儿，当时没有冻卵的这种的科技，所以因知影人的身躯的状况，到什么时阵会当做什么，袂当做什么。但是圣经亚伯拉罕甲上帝讲：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伊毋是看见上帝，伊伫迄个中间，因为信也有噩梦。所以听的姊妹，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原来伫主的面前，咱活伫伊的内面。信仰的中间，真侪事实甲成就，是有时是看袂出来。伊讲：我好亲像活伫这个世间，就是死人，但是其实我是活的。意思是等于我拄着真侪的征战，外来伤害欠缺。虽然我活伫这个世间是无绝望的，是一个绝望的人，但是因为上帝圣是活伫我的内面。外面的环境袂互我失去噩梦，因为我要个亲像活跳跳的人，看起我的人生亲像游轮，但是我的心内却有喜乐。这真吊诡，十字架的道理看起来真吊诡、真奇怪，但是却是常常颠覆世间人的价值观念甲经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种的信心放伫咱的内底。咱的教会就爱这句话：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兄弟姊妹，你敢清楚大家的答案是啥物吗？牧师常常嘛安尼讲道，牧师嘛捌甲恁讲起，上帝所予咱的人生的祝福是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的。恁会记迄句话无？上帝所予咱的，虽然伊讲听伊的人伊所有别的，伊毋是逐个礼物拢共款。上帝所予咱的生命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兄弟姊妹，咱来到教会，其实就是咧找这个答案。上帝伫我的一生中间，你有啥物计划？或者你莫问过上帝吗？主啊，我来到这个世间，你对我的计划是甚么？昨暗的查经班的题目，牧师甲兄弟姊妹分享耶稣所讲的话：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失机会，不要错过人生。迄是伫疫情来的时阵，牧师所读到的古伦新出的一本册。因为古伦神父看到因伫德国中间，因为德国的欧美的经济是比真侪世界第三世界国家更加富裕，所以真侪欧美的孩子近来拄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生命的标杆，得过且过。所以古伦神父看到真侪囡仔。因无法度享受因的人生，因错过了他们年轻应该有的梦想跟活泼。所以古伦神父为因设一间学校，古伦神父嘛为着这些青年开一个生命的课程。后来因为这个古伦神父为着因写这个不要错过生命，这本册真会当安慰人、提醒人。伊讲世间人常常充满感动，但是无拄拄，逐个人拢有行动。那这你敢知迄个意思？圣神常常甲咱讲话，但是因为惊吓，因为画地自限，所以咱常常失去上帝为咱的计划甲安排。兄弟姊妹，牧师真爱甲恁做伙读圣经，因为我深深感觉上帝甲我放伫恁的中间。我上要紧的工作，毋是带恁去环游世界。办旅游，甲恁做伙去。我若做牧师办旅游，应该对我是一个福利啊，因为我甲恁出去，教会拢替我出这个车马费啊。但是我感觉做恁的牧师上大的
工作，毋是带恁四界佚佗去食大餐。我感觉我应该读圣经，互恁听。我应该邀请恁来读圣经，因为基督徒若了解圣经，基督徒若敬畏圣经，基督徒若通过圣经有祈祷，咱的生命都毋惊人生透风台做风台，因为咱的树头有根有基。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找到主给你备办，为你预备最美的圣诞礼物啊吗？圣经有真侪话，恁若有心，恁就读有；咱若有心，咱就读有。主要说，当保罗咧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会安那？1000年前，瑟罗文讲一句话，伊讲上帝对我讲，丰盛的阳光是在伫我的手中，我所想事的财宝是永远的，我所想事的有公义甲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为咱准备的是一个充满价值，咱可以抬头挺胸，充满光彩。无论今日到什么所在，因为我知影何去何从，因为我知影我的人生最后结局是怎样。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对恁讲话，求天父上帝，互咱伫圣经的内底有顶头生活命，有新的盼望。上帝祝福咱伫新年今年的圣诞节中间，当恁伫祈祷中间所拍开的，当你伫祈祷中间所拍开的，上帝将伊的祝福放伫恁的祈祷中间。主甲咱三个弟弟，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兄弟姊妹，何无书甲恁读这8个字，你放伫你的心内，永远坚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主啊，无论环境怎样，独独我就相信有你伫咧，我毋惊吓。主啊，独独我相信有你伫咧，人的门关起来，世界的门关起来，好亲像我已经行无路啊。但是我相信，下一秒钟，上帝你的奇妙就要发生。点知你讲无输你讲白菜，因为下一秒钟拢等足久。兄弟姊妹，这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重要。所以一个落去讲，凡事忍耐。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捧起咱生命的杯。咱甲主讲，主我举手，甲你讨；主我举手，甲你讨。这叫做凡事盼望。主耶稣讲，你毋通亲像外邦人，敢若求要食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独独先求我的国甲我的义。当我的国充满伫你的内底时，你就什么拢有。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帮助咱，对上帝领受真实的愿望。咱所求、咱所愿望的，无一定是真实的愿望。咱通伫上帝的面前问上帝讲：上帝伫我的一生中间，你有什么种的引带、计划甲安排？就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第二，愿上帝进入你的生命中间。愿上帝用伊的慈爱充满你的人生。兄弟姊妹，如果你感觉过去的人生无够，通伫今年的礼拜、今年的圣诞节开始，咱甲主讲：主啊，我要大大张口恁的期望。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我要大大用力来开嘴，空阔雅比斯的祷告，空阔我的境界，开阔我的内心。互我知上帝的国甲上帝的祝福何等的大，我要大大开嘴。兄弟姊妹，愿上帝今仔日进入你的人生中间。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好吗？看到你那边，我知影了，大概知影。我们现在好，那不好的现在可能无在你家了，因为有当时咱连要敬上帝，咱就失去迄种的动力。但兄弟姊妹，好坏有程度的差别。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帮助我，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满足我的生命中。拄则牧师已经甲恁讲，其实我感觉我伫恁中间上重要，最大的快乐是愿望会当甲恁做伙插针。
兄弟姊妹，牧师伫这5年的中间，有2个真要紧的主题。恁中间有人有对头参加到尾，但是恁有人无机会参加。牧师要甲恁邀请讲，如果恁若愿意，牧师可以再为你们重新再讲一次。因为今仔真简单，咱毋免来到教会坐伫教室，恁就让查经。因为咱即摆的线上查经就是遮尔简单，咱伫线上咱特别约一个时间，牧师就陪伴恁。牧师伫这5年的中间，伫教会开2个课程，是我一生信仰的反省。第一，我敢有看见上帝？我遇见神了吗？或者恁若对这个题目有兴趣，你当问牧师，牧师真愿意甲恁，无论3个5个，牧师可以跟你们约定一个时间，一起查经。第2个题目就是，耶稣伊若来到咱中间，伊伫主日2伊会甲咱讲什么话？叫做耶稣的课堂。新约的圣经拢是耶稣的话最中心，但是咱做基督徒，咱就爱耶稣，咱相信耶稣，但是咱无拄真清楚耶稣讲过什么话。兄弟姊妹，咱若敬拜耶稣，咱敢会当无知影伊所讲的话咧？就亲像牧师，若毋知耶稣讲什么话，牧师要安怎讲耶稣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做一个约束，甲上帝约束，甲圣事约束。所以伫我人生中间每一项事，每一件大事小事，拢是我经历着你。我伫生活的中间顺境看到你，我伫生活的中间的逆境、忧伤的中间嘛看到你。伫我的一生中间，主啊，所有这问题拢是带我倒来到你面前，面对你的机会。不要害怕问题，问题来了就是机会。咱甲上帝讲，因为我有这问题，我才会知影我家己无法度处理，所以上帝，我要来找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承认咱是有问题的人。有真侪人掩盖外表，无爱人知影伊的忧伤，无爱人知影伊的见识，还是讲伊感觉讲发生这代志就歹势。兄弟姊妹，承认咱有问题，接纳咱有问题，毋是公开尔，上重要是伫上帝的面前知影咱有问题。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毋知影家己有问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互咱有信心的帮助，咱会晓去将咱的问题提出来交互上帝。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圣诞节，通过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耶稣就是上帝手所这个世间最宝贝、最伟大的行动。耶稣家己来到这个世间，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主耶稣兄弟姊妹，互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间，互主耶稣进入你的心内。我相信有一日，如果你今仔日有接纳，你今仔日若愿意，你今仔日若甲主耶稣同行，我相信有一日你会甲牧师回应讲，牧师曾经在某一次的礼拜，你鼓励我，对迄个时阵开始，我的生命完全无共款。兄弟姊妹，来享受主耶稣所带予你的祝福，来享受主耶稣所带予你的邀请甲改变。兄弟姊妹，要做基督徒，爱做一个欢欢喜喜的基督徒。我真爱一个叫做John Piper这个牧师。John Piper这个牧师，伊每一摆的讲道，伊的面容甲伊的态度，拢是充满一种迫切的热情。伊讲，因为当我读到上帝的话的时阵，当我想到我主耶稣的时阵，我就安那为之着迷。兄弟姊妹，这个信仰敢有互你欢欢喜喜，为之着迷？所以John Piper这个牧师后来伫美国，伊就创办一个福音传播的公司，叫做 Design God， 渴慕神。因为伊感觉每一摆甲上帝亲近的时阵，伊充满了热情，为神而着迷。兄弟姊妹，愿你的一生互上帝吸引，愿你的一生嘛用安尼来过一生。
愿你有为神着迷的热情，你的囡仔嘛对心来讲，我要亲像我的妈妈，亲像我的爸爸，因为逐摆因讲到耶稣的时阵，因的态度拢无同款。而这不是假出来，这是真正享受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个赏赐人有愿望的上帝，伊要通过圣神，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要进入每一个甲圣神讲阿们，请你来的人，而这你试看觅，亲爱的圣神，我甲你讲阿们，请你来，不是通过牧师的讲道，是伫礼拜中间我感受，我需要有你的帮助。愿这个圣神进入咱的生命，圣神你进入你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看袂到的力量，有一种看袂到的力量。迄种的力量，就是当圣神来摸到你的心内，你的心一定有平安。或者，如果你若感觉心内无快乐，你会当换手祈祷讲：亲爱的圣神，你的囝子无快乐，亲爱的圣神。求你将你的快乐放伫我的心内，也再试看觅一摆、两摆、三摆，或者有一日你会发现讲：我过去就是一个真够安尼乌白想的人，看我最近较无安尼啊咧。圣神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现今所存有信、有愿望、有真爱，现今所存有信。愿望真爱，牧师阁甲咱解说一解。信是什么？信是上帝，相信上帝伫圣经中间所做的每一件事。信就是相信圣经的故事会当变做我的故事。阿伯拉罕所拄到的故事，雅各所拄到的故事，但以理所拄到的故事，保罗所拄到的故事，我相信遐个故事会当变做我的故事。这是上帝，我相信上帝伫过去所讲的话，所以我相信圣经所讲的话无开玩笑。我相信圣经所讲的话是绝对，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现在咧，现在咱要活伫主耶稣基督无保留的听的内底，信望爱的爱，就是经历到耶稣基督全然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若经历到耶稣的听了后，你才会了解，伫这个世间所有的情爱，拢袂通比主耶稣基督。古早读册的时候，捌读过一句话：“成立泰山啊啦，我袂记啊。成立大海难为水，有无？有两句话。你若爬过泰山了，你就小天下。你若看过迄个大海，坐船、坐渡轮、游轮，你就知影讲，迄条细条口沟甲河，无算作是什么。长江大河经常有人感觉迄个大河。兄弟姊妹，经历的主耶稣的听了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种健康、踏实跟满足。愿主将这份伊本地的已经给咱预备听。主耶稣上帝讲。保罗所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出所求所想的。神用他的爱来回应人的爱。保罗讲，上帝为了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什么？上帝用更较大的听来回应人小小的听。愿望是什么？愿望就是知影讲，伫任何的情境中间，我拢相信上帝的圣神。要甲我同在，上帝的圣神要甲我同在。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将这个信望爱伫今年的圣诞节放伫咱的内，每一个拉条代表信心、愿望、真爱，甲上帝主耶稣的救恩，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主的话加侪咱的动力。最后，兄弟姊妹，圣诞节是一种分享。圣诞节毋是咧比讲啥物人的圣诞礼物较好，当然人拢会有这种的比较。但是兄弟姊妹，愿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咱知影，今仔日牧师所讲的题目叫做“上帝有愿望”。兄弟姊妹，当上帝将这个愿望互你的时，上帝爱你去甲迄个绝望的人讲：
免惊，上帝嘛要修助你愿望。有一个故事我永远会记得，就是小美的姐姐。小美的姐姐头一届生一个囡仔时，出世无偌久，10天，就因为伊的囡仔肠啊拍结，所以这个囡仔就伫这个病院中间300几天。后来小美甲我讲，牧师，我的姐夫信学，我的大姐，因为长子的家有病房，咧甲人传福音。我迄个时阵对心内咧想讲，玉芬甲信学，伊毋捌参加过教会礼拜，伊嘛毋捌参加过查经班，他们怎么会传福音？因较会晓咧。但是后来上帝圣神甲我讲，较袂晓。因伫咧教会病房的内底，一定甲人讲，上帝会当照顾我的囝，上帝嘛会照顾你的囝。也这你相信安尼吗？这个绝望的妈妈，最后虽然这个囡仔无健康起来，检在上帝无爱这个红婴仔将来落长的人生，是只有会当食太空人咧食迄个高蛋白的牛奶，因为肠仔剪掉了后。要吸收营养，对囡仔来讲是有困难，所以上帝通过这个囡仔是一个无罪的小天使来帮助玉芬甲信学。阮做伙伫中基的地下室，迄个殡仪殡仪馆迄个所在，伫个所在该做个别室，该做这个入殓，然后去火化。牧师甲因两位做伙甲这个囡仔抱伫个行政的时，我心内问上帝讲：上帝，你较遮残忍，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因愿望因的囝得救，你较甲囡仔带倒去。今仔日你的教会埋葬一个红婴仔，今仔日你的教会敢是埋葬一个家庭？我烦恼信学甲玉芬。因从此以后，因会怀疑上帝是真的。但是第2个礼拜，信学甲玉芬两个人带着忧愁的脸，迄个面容对外面行入来。因为外口甲牧师讲，牧师，阮若阁有第2个囡仔时，我要全家做伙洗礼。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伊亲自互人有愿望，所以弟兄们，愿咱伫今每一个时刻，咱拢真做一个传递盼望的人，好吗？愿咱真做一个安慰人的人，因为咱的主耶稣就是安尼。伫圣诞这阵，就是学咱的主耶稣。主耶稣，你安慰我，然后找紧我去安慰人。一个要流过目屎的人，伊才知影安怎安慰流目屎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咱的主耶稣就是这种的主耶稣。保罗讲，恁就知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对天来是丰盛尊贵的基督，却为着世间人，伊才去食迄种的样秀，无愧头壳的所在，一生就是一个颂扬人，甲颂扬人做朋友。这个主耶稣为着咱，伊诚做颂扬。也互伊的富足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咱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咱所得到的信望爱，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主要所讲一个譬如讲，恁用什么牛互别人，有一日伫天堂也要用迄个牛互你。咱对人的疼，那是斤斤计较；咱对人的疼，那是小气。计较，我毋是甲恁恐吓，这是主耶稣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明白这项代志。当我们给予别人的时候，我们反而有所得。这就是八福中间所讲的上重要的态度。牧师讲过再讲，八福的迄个福叫做 Makarios， 唯有天上有，唯有天上来，是极致的
上帝的爱跟福气。愿这种祝福甲咱三甲地地，咱无一个人搁再做送向人。愿主丰富咱的生命，健康咱的生命，用伊的听，互咱成做一个愿意将恶梦带给别人的人。咱当心祈祷。至圣的主耶稣，阮敬拜你。至圣的主耶稣，伫这个圣诞节节期，阮毋是干那纪念恁，阮要伫你的面前，搁一摆将我的生命当作摆列伫马槽边啊，迄个黄金乳香甲物药。主耶稣，阮将阮家己的生命来献互你，因为你活伫阮的内底。主耶稣，阮要甲你同齐伫圣诞节中间来成做一个噩梦的记号。愿主你的圣心，甲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三甲地地，互因的生命充满信心、愿望甲仁爱。主耶稣，请你来，请你来，主耶稣，因为你是以貌瑞丽的上帝，我来感谢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